同豬扒尾再開戲，陸永玩一樓一鳳被老婆斷正。女仔上一級 ，OK。哇！咩事逼到青筋都現埋啊！咁啱嚟 MJ 特別日子咧，咁就一啲血液運行得好啲咯。谷到搞唔通，連豬排尾都驚咗佢。前晚喺元芳谷呻氣啊，一嚟就話唔想同佢合照啊，但走唔甩咪唯有。没有，是我很擔心我的儀容，因為我們今天其實有點趕，就是我想要先下去弄一下。唔係，係因為佢件衫太靚啦，所以佢驚我踩親佢條裙腳啫。我同佢關係好好噶，所以我絕對唔覺得佢係怕我咯。Barbie 真係大量噶，咁樣出手解圍。不過講時趕，人哋豬排尾真係好忙噶。瞓醒尋日又去電台做訪問啊，仲自爆嚟緊會同陸永再合作拍新戲喎。姑仔講一樓一鳳嘅，嗱，豬排尾咧就絕對唔係鳳噶。佢話佢自己係做陸永老婆，講陸永經營一樓一鳳啊，俾佢發現啊，之後加盟一齊做啊。仲未夠皮，即管揾啦。Welcome。3月18號5點，蘋果 Facebook 發個答問會，等你慢慢問。